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7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台大化工系实验室今仔中昼爆炸火烧，9个学生重伤，其中2个人烧烫伤，7个人防砸掉送医治疗。受到低压带影响，气象局针对高雄、屏东发布大水好特报。高雄的9路路、高速公路引道早起淹水严重，暂时封起来。一个细楼空军退役上校甲来现任的军官，因为公职暗妨起诉，又搁传出讲负责总统专机的一个空军嘛，正做公职。新闻开始来看，台大化工系实验室今仔中昼爆炸火烧，有9个学生受伤，其中2个人烧烫伤，7个人防砸掉，分别送台大病院、甲万丰病院治疗。台大冇出面说明事故的原因哦，但连线互记者郭柏坤、张玉水，甲咱讲现场上新的状况。来关心台湾大学化工系的实验室技术爆炸的消息。根据校方的讲法，目前有9个学生是受伤，有2个学生是烧烫伤，有7个学生是呼吸道有去击伤，分别送到台大病院甲万丰病院急救。那校方的方面，他都也有出面接受媒体的访问，来看因的讲法。氯化铝应该是还好啦，对，应该不是导致这一次的一个因素，但是不是那个，其实我们也还不清楚啦。那有高些研究生他们在做什么类选实验，或者是什么学术实验？学术实验我就比较不清楚了，但就据描述可能啦，疑似是那个燃煤油的因素。不过我们是不是一样？还是我那句老话，我们等火调结束之后，还有环卫中心这边调查结束之后，会有比较一个明确的一个答案。校方表示，这摆爆炸起火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学生在咧做实验的时阵，因为燃煤油，也就是大家讲的番仔油致使火灾，而且根据校方的讲法是有气体爆炸的情形。根据了解，起火烧了后，警察人员是随赶到现场，赶紧撤离规栋的人员。那烧烫伤的学生是紧急伫咧外口用矿泉水来降温，搁再送到病院去。因其他的学生是分别送到台大病院甲万丰病院。目前也已经启动重大伤患机制。校方表示，因为目前现场只有火调人员通入去，因也等咧了解起火烧爆炸的状况。详细爆炸的状况原因到底是啥物，也阁有灾损的情形，拢爱等待调查才知影。以上是公视台记者伫咧台湾大学的连线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受到低压带影响，气象局针对高雄、屏东发布大水好特报。今仔早起，高屏地区有真侪所在拢淹水咯。伫高雄9路路的高速公路引道哦，早起嘛因为淹水真严重，暂时封起来。高雄的本馆路水是淹到大腿哦，真侪汽机车拢吊车。伫红山毛路面落落去，屏东的东港哦，冇人处理淹水，水是淹到卡多林。上班族开车经过本馆路，愈行水愈深，想要停下来，煞一直互后边的积水为头前来拖。拍一下。低压带早来雨量，高雄17号早是5、6点，单位公路大雨，上班时间真侪所在积水。本馆路积水上深到行人的大腿，大车、小车拢吊车，交通一度大拍夹。其他都已经抛锚了，然后我就一直往前骑，因为能见度只有10公尺，其实看不到水有多深。然后到后边的时候，我就一直吹到后面就熄火了，就动不了。旁边还有电箱，还有人漏油，其实很可怕。我们希望下面的涵洞中间那一段这一段，看有没有办法再改善，不然这边淹，我里内大昌路、大华路一定淹。当初伫平面道路赛车嘛，亲像赛船，因为积水侵到后马路变水路。现场伫个三明区9路路国道北上的匝道出入口一度封闭半点钟，红山公路路嘛真侪积水，淹到差不多膝盖这里啊。对。然后差不多膝盖以上，快要到大腿这样。你伫个凤林路东福街口的点仔加路嘛出现5公尺长、3公尺宽的摊帮，紧急来救封锁线。高雄真侪所在积水，屏东县东港镇较低所在嘛徛加积水，规间厝拢泡伫泥水内底，上清有成人的小腿肚，嘛互伊非常无奈。我在土个乌糟，个乌糟伊啊，闭一个窟。啊，伊在
做工程的吼，伊本来有咧抽出去，这2天落拢无抽。民众讲当地无积水遮尔严重过嘛，怀疑甲边仔施工的工地有关，佮加上即届落雨落甲遮尔大来倒地，敢会当等甲天气好，才会当好好来整理。记者王丽婷、明昭宽高雄屏东报道。再来看台南的北门，早起是无落雨，乡村海岸的蒲洲顶个月倒数落风台来的时，风冲出一个空棚哦，目前还未补起来，嘛造成滨海游乐区因为一天2届的满楼佮退楼拢会淹水，所以暂停营业已经20天了，业者无法度做生意，是真怨叹。当着大楼海水又佮淹入去台南北门的乡村滨海游客区内底。自从顶个月底风台倒数热，甲海岸的沙洲冲破一个口了后，即马已经过20日，到今也未修复好势。对啦，你要再搞，你就爱冲外口啦。第二你爱厝棚啊，厝台好落啦。第三摊用第一地啦。你若无安尼决定袂掉啊。17透早北门地区无落雨，毋过因为滨海游客区内底规个淹水无法度开放，业者嘛已经为顶个月底休困到今。虽然社区头前的布环是真完整，毋免惊海水淹入去社区内底，毋过当地居民也是会烦恼讲沙洲无紧补起来，恐惊海水会淹到鱼温啊。愈破愈大坑啊！拢一直无保证7月是别较紧啊，所以爱希望讲政府会当赶紧，你即马来原来影响到阮的。迄个住处的所在啦。管区的林业署家己分署表示，目前按算要囤太空包，一股菜壳仔来挡海涌，避免海岸沙洲和冲甲愈破愈大坑。绝印短期的部分的话，还是由林业署加以分署来把这个破口把它堵住。那长期的话，会由水利署五合局在前方做一个含防护计划。我们是有那个看那个沙子的颗粒是还蛮适合去那边做养殖的啦。这个部分我们大概明天就会进场去试做这样。要甲海岸补起来，就要搁等到考涝的时机，而且准备太空包、起仔甲基具嘛，拢需要时间。希望会当伫上短时间内底修复好势，通好经过月底大楼。记者综合报道。副总统赖清德去友邦巴拉圭参加新总统的就职典礼，已经要回国了。而今仔早起7点是过境美国的旧金山，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主席罗森伯格甲驻美代表萧美琴嘛去专机顶头迎接哦，陪副总统去饭店举行宴会。饭店外口有真侪侨胞嘛来欢迎，也毋过毛民众抗议，因是话讲反台独的口号。赖清德是按算伫明仔载透早会转来到台湾。去到旧金山，除了甲支持伊的侨胞握手，副总统赖清德专工去饭店大门向对面摇手，遐正正都是中国侨民举5,000旗抗议的方向。赖清德是笑笑面对，心情无受影响。反对台独！赖清德结束巴拉圭访问的行程，伫台湾时间17早起到旧金山。原本因为厝内有喜事，无法度去纽约接机的 AIT 主席罗森伯格，嘛准时出现伫旧金山，甲驻美代表萧美琴做伙甲迎接，拍拍进前降价规家之仪。赖清德伫交宴嘛特别感谢罗森伯格这届安排。我们特别要给最热烈的掌声给 Laura Rosenberg。就算讲经济更较严肃，台湾要乘风破浪，行入世界发生，一点仔都袂受影响。Vice President Lai and members of your deleg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opportunity to spend this evening with you. I hope you have safe travels back to Taiwan, and that I will see you there again soon. 伫交宴的时阵，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长纳波利唐诺甲防洪城市长拢有亲身去参加，嘛伫致辞的时阵讲到台积电，强调台美伫供应链的合作爱搁较大把。公司记者韩莹平遥组旧金山采访报道。再来看一个细楼空军退役的上校，甲来现任的军官，17个人哦，因为间谍案方起诉。警方规早阁发现讲，台北市松山指挥部一个负责总统行政专机空军1号姓陈的少校嘛涉案，昨午方升压禁见咯。因为台湾的国强谍平均是判刑当半年，甲欧美各国平均是判19档哦，是侦查真济。强谍案持续拖烧。
西楼的空军体育上校拼出吸收6个现役的陆军、海军甲空军军官，7个人拢向起诉。检方进一步追查发现讲，负责总统行政专机空军1号的上指部嘛牵连在内，有细地小校涉案，遭到起诉声押禁见。环境基金会董事长陈东山警告，这是严重的国安危机。讲咱国强调起诉判刑，平均的刑度干那年半，甲欧美各国平均19年是差伤济。像我们立委的一些考察，我们去做专机的时候，他们是负责这个地勤的所以等于他掌握了空军1号还有行政专机的所有行程这个实际上是严重危害到国家安全的。近年来，我们发觉在保防工作还有反情报工作这上面有很多的漏洞。不将台湾面临上低刑度定了伤轻，地方法官就强调案有轻判的空间。面对中国渗透咱政府、民间四界拢是，江启臣认为讲，除了爱修法，政府有必要对组织性的强调案，甲民众讲好清楚。不过其实国安法修法，去年5月就3读通过，经济间谍上重会当判12年、罚1亿。不过正义拖超过1年，新法还未上路，应该伫立委嘛看袂落去。目前还没有公布生效，坦白说，我们也觉得行政部门的脚步真的应该加快，相关的主责的部会应该尽速把需要这个定好的，包括尤其是这些关键技术的部分，赶快把它拿出方案来。陈建仁表示，强调会当以目前国安法条文来审理甲裁罚，修法的部分目前要卡伫咧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还未认定。有台商烦恼讲，技术若是去用来做是核心关键技术，可能会违法。绿营立委柯志杰表示，法量伤轻是无陷害到，无法度有效果，呼吁中央都要赶紧修法，公告生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的九片基地，最近这几天军用的试车飞弹，今仔透早亲像是试射天弓2、3型的飞弹，计共是试射4粒，过程是真顺利。对外面，咱看到飞弹发射了后，冲到天顶有白色火焰，恒春半岛、东海湾拢看会到飞弹射出去的状况有军事媒记录，今仔早起6点26分甲30分大概是试射天弓2型的飞弹，所以6点40分甲6点55分是试射天弓3型的飞弹。今仔计共是试射4粒飞弹，过程嘛拢真顺利。再来看网络，啥物拢有通买，像警察的装备嘛买会到。警察局是表示讲，买警察的制服并无违法，也毋过若是穿警察的制服，假做是警察，就违反刑法，上侪是当罚15000块。现代人网络买物件真方便，就连警察用的物件也买到，亲像是警察制服甲番球水，当然伫网络买到，恐惊引起疑虑。警察局表示，番球水无属于管制物品，除非含有加速气体，才会列入警械规格表。管制物品，例如说警铐、警棍，那你未经许可贩售、持有，那这依照警械使用条例第14条是可以没入，并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来移送法办。警用的服装配备的部分，那确实取得容易。按照现场的态样，我们要客观去辨认，是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警察同仁在执行相关的勤务。穿警察制服无属于警械，单纯是买或者是买未违法。不过，若穿警察制服打扮假做警察，可能违反刑法159条规定，应处15000以下罚金。那进一步补充警察刑事职权，上悬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过，所有台北市警察执勤的时阵，伫制服顶悬挂亲像情色网站的商标，影响警察形象。不管是服装啊，或者是配饰啊等等，那以后我们以前一直这样要求，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一样这样要求。那对于刚刚这个个案，我们回去会了解状况。议员呼吁台北市警局应该有完善的宣导，环境爱兼顾形象。这代志单纯是个人行为，99%拢是非常优秀的环境。警察职务是公认的，唔通互少数的人影响形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火车头，伫这个月13有一场印尼移工伫车头的广场冤家相拍，有人提出刀仔，现场的民众是惊甲拢先离开。警方是表示讲有4个移工受伤，会来看监视器的画面，抓人。
一场渔港烧落化休，其中一个人敢若举刀啊！真侪民众看到这款的情景，赶紧走闪。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去冲突的一群人已经散了，也毋过有4位渔工着伤送医。8月13下晡4点左右，民众看到这群渔工伫台中火车头前的广场互相化休，甚至举刀，引起民众的惊吓。从那个楼梯这样冲上来啊！然后他是后来有亮刀，但是没有拿刀攻击，但是有打群架的一个现象这样。目击的民众表示，过程敢若几分钟，不过迄天是休困日，人真多，地点搁伫火车头，增加旅客的风险。一定会吓到，而且一定会离得远远的。对，因为很害怕他去伤害到我们。因为这边是人潮聚集的地方嘛，来来往往的那个民众非常多，那你一旦亮刀的话，很可能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场面。经过了解，两派的印尼籍渔工敢若进前就有纠纷。8月13迄天，两边的人马搁伫火车头烧灯，讲袂好势就起冲突。警方目前调监视器咧找人。火车站那边本来本所就有列入巡逻，现在在巡查，所以当然遇到这种事情，我们还是会再加强我们的巡查的力道。警方表示，会搁加派警察来加强巡逻火车站的4个位啊，也搁有站方的通报机制，避免类似的状况再度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关心交通的民间团体按说要伫这个月20招民众上街头来守护过路人的路权。行政议会今仔早起，嘛甲行政院颁布的《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送到立法院去审议咯。为要洗掉过路人地价的恶名，行政议会早起针对行政交通安全政策纲领进行讨论，为3大方向着手，包含守护过路人安全、强化责任驾驶、加普及公共运输。未来道安汇报提悬层级，会由行政院主导，用交通事故零死亡做关键，同时也通过正义版《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草案。透过道安交通安全基本法的立法，共同宣示政府重视及推动改善的决心。同时，未来将提高道安汇报层级，于行政院召开中央道路交通安全汇报，由院长亲自主持，并以2030年前降低死亡人数30%为目标。有关道路安全，要拼正做立法院下一会期优先法案。不过，行人零死亡联盟议员要邀请各界伫8月20日起开道表达争取过路人路权的诉求。联盟认为，进前政府用扩大执法方式处理车无让人，并不是根本解决问题。哪位源头建完道路设施，而且安全都袂有冲突。可以让实体人行道做出来，优化路口来保护行人。那我们在道路上做瘦身，健全人行设置，并不会让车辆难走。工程教育执法其实是比较是多头马车的一个处理的方式。行政院一个比较高的单位，它来做这个所谓跨部会的协调跟整合。运输学者分析，交通安全3大方向，教育、工程、执法，权责当伫各部会，落去由行政院统筹。确实应加强整合，不过交通文化的改善也回归到用路自律，加强风险意识，而且关系互相礼让。记者综合报道。联准会可能搁准备要搁升利息，嘛影响到台湾的股市哦。早盘是落超过180点，也毋过 AI 类股反弹，佮加上观光、航运等传统产业股表现了袂歹。最后今仔是收红盘去64点哦。因为联准会可能会继续升利息，嘛影响到新台币换美金哦，嘛落到将近32块台币换1块美金。美国联准会公布顶一摆利率会议记录，内底暗示利率可能进一步升悬。第4摆3，美国4大指数拢出现破底，也连带影响台北股市早盘小开盘开出了后，就重波超过180点，低点下探到16264点，失守半年线的关卡。不过，伫 AI 类股支持之下，佮加上观光、航运等团产类股助攻，带动大盘落个幅度较小，盘中由乌变红。科技股的走势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弱，因为 AI 的这个市场商机市场相当期待，所以这1-2天呢，资金又重新回流 AI 的股票，在这个电子股发挥一个稳盘作用的情况下今天指数虽然一度再破16300，但是很快就再站起来。
特地注意是，外资最近继续汇出，已经连续5个交易日卖超大股。过去12个交易日当中，有10天是卖超大股，总共8月到16卖超大股的规模差不多是900亿。分析师表示，人民币继续变达拖累亚洲货币汇率，所以伫市场烦恼中国房产危机恐吓冲击全球经济。避险资金进入美金，新台币换美金17是以31.93块开出了后，盘中变达8.5分，变达到31.98块，各向32块继续靠关。中国的房产的话，似乎又再度的跟去年一样，又有再度引爆连环爆的可能性，所以开始有中国雷曼的翻版的消息出来。那这个会使得全球金融市场受到动乱。那个金融局势越乱的话，大家纷纷又会跑到美金去避险。分析师表示，7月8月本来就是台票惯性的，所谓外资领完股利了后汇出的高峰期。加上最近利空消息，拢是台票无法度止贬的原因。虽目前市场预期新台票无排除短暂落破32块，不过也未认为会长期徛起32块。记者综合报道。民众最近爱特别注意一款诈骗的感信哦，伊假做是中华电信，讲有一寡红利会当换商品，要求民众就爱填一寡个人的资料，像信用卡的号码拢需要。其实这是诈骗集团哦，要偷录民众的信用卡。初步清查哦，嘛发现讲已经有200个人哄骗超过2000万。警方强势压制甲人饲伫涂骹。查甫人软电子支付的老胖，用100回 App 结销，偷入民众信用卡，买高价品免开1000钱，领的卡号是为倒来的？到那个中华电信的简讯啊，说有那个点数可以换手机还是耳机吧，点进去网页跟我说要刷1块钱，说才能换，输入信用卡资料。没多久，银行就打来啊，所以你刚刚有没有可以刷10几万？简讯一直入来看甲心烦，加中华电信提醒你，小户积分特别到期，把握时间点连结登入领好康。有民众被骗填写个人资料，嫌犯同步伫美方所告，成功3月这个所在各大100回 App， 加因的名加入会员绑信用卡。民众收到银行的 OTP 验证码，无怀疑照因的指示写网站的资料，不法集团也当闪过银行的认证机关。初步清查，大概有200多名的被害者，那初步统计的损失金额大概是2000万左右。到案的犯嫌有坦诚那个犯案的手法，但是也是避重就轻。那警方持续的在做一个追缉。今日头前，这个姓林的主嫌等人锁定手机啊加黄金，买这个高价品了后转卖变现金。警方初步清查有200人受害，透露的金额看就2000万，专案依照诈欺洗钱这个罪嫌移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自中外一家有受刑人向媒体投诉讲哦，针对受刑人做膝头提拨公益金回馈比例求水咯，伊嘛不满讲哦，甘肃有人为着要铺顶丝，叫原住民的受刑人跳舞是真无尊重。依照法务部外监管理规定，外监受刑人会当依照专长做家家安排工作，不过收入所得扣除成本了后，会依照比例分配给受刑人做公益金。不过受刑人煞不满公益金求水，去年还有差不多200块的礼品，今年煞敢若2个20块的往来数。在公益金里面，我们还有营拨其他的，譬如说我们买纪念品，另外是我们资助我们邻近需要资助的一些乡里。像我们这附近有一个光复兴旺爱，家家是讲公益金3大节日拢会买物资给受刑人，不过受刑人佫讲，家家为着巴结长官，佫成立原住民舞蹈社团，互有原住民身份的受刑人跳舞给长官看。本来就是为了希望有多元的这个文康社团，让同学有多一点的选择，不是只有我们监所，像花间啦，像台东也都有这样的社团。长期服务矫正机关甲受刑人权益的律师是讲，法务部最近正重视家家的人权，除了家家内部有申诉制度，外口原来有申诉管道。他现在各个监所都设有外部视察委员，
如果这些受刑人被告他们对于监所的这个管理上有一些疑义或者是权益上的侵害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向监察委员投诉。部分民众认为外监最近争议真侪，甚至发生脱逃的事件。对这代志，朱强外意是讲，会用这样令来管理半家禁到底，都是为了让受刑人会当量早适应社会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上新统计全台湾有300外的公所有设调解委员会，总计3成捌处理过长照相关的议题，一半以上拢是财产甲费用安怎分配的问题。关怀总会是表示讲，伊嘛有提供家庭照顾协议的线顶服务，有律师、社工会当协助，所以鼓励民众问题嘛会当来线顶咨询。53岁妹子无结婚，专职照顾80多岁半岛床的爸爸，也加70多岁有重度精神疾病的妈妈，将近30年个人照顾的生活，互伊身心疲劳。几6年前，因为厝内漏水需要修理，向住伫外县市的阿兄提出分担费用的时阵，得不到善意的回应。后来向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提出家庭照顾协议线顶的法律服务，才总算甲阿兄和解，并协议出2个人拢会当接受方案。我哥哥说他掏不出钱来，那修妈妈的房子我要代垫钱，我怎么样有法律的保障？律师就帮上忙了，所以我们就成功的完成了协议。不过，不是所有长照家庭拢这样幸运。家总今年5月，针对全台湾367位向顶市区公所调解委员会进行调查，将近3成的委员捌调解过照顾相关的议题。其中争议上侪也是财产费用安怎分担，占5成2，有4成4会当成功来开会，有4成2会当调解成立，平均爱用2.8届来调解。长照2.0有什么的时候，大概1成左右可以清楚的讲到长照4保险或是它内涵大概有什么。关于抚养议题的争议，虽然在线上的咨询只有10件但是我们每年受理的抚养争议案件已经接近4000多件。家总指出，伫法扶基金会的协助，108年推出家庭照顾协议线顶指引工具，民众若是符合有要求亲人担照顾这个动机，至少有1个以上的亲人愿意讨论这条件，就会当到家总的官网去申请。伫律师甲社工等人协助，召开线顶家庭会议，协助长照家庭完成照顾共识甲公约。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想要伫2050年做到净零碳排，也毋过今仔早起有环保团体表示讲，台湾有1700多间上市贵的公司，只有7%公开承诺讲会做到净零碳排。气候变迁署的筹备处嘛强调讲因目前已经针对碳排的大户要求讲，因爱甲碳排的状况透明化。气候变迁因应法伫今年2月14，是台湾走向2050年净零排放的重要法规。但是，伫咧金管会的公开资讯平台，会当看到台湾1791间上市贵企业，只有7%承诺净零，无到2成设阶段性目标，其他7成拢点足足。占了将近7成的这些企业。他们是完全都在观望，他们没有任何的承诺。如果今天有一个国家政策目标在那里，2050净零碳排在那里，那立法也立了，可是企业愿意来响应、愿意承诺的企业比例非常非常的少。那今天怎么办？环保团体认为，政府应该下部会合作，提出更加积极的产业减碳措施，亲像严格的管制措施、收碳费一寡手段。气候变迁署筹备处表示，现主是针对产业当咧碳结路一步，要求碳排透明化，亲像有规定，占整体排放量8成的500间排碳大户，要进行申报，无就会处罚。结束了后，再进行其他措施。他能够提出说，他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跟路径了，这个是后阶段的。那对他自己内部，他在盘查的过程中，他就可以知道说，他哪个地方是排放量比较大。但这样是不足够的，我承认这样是不足够的。官方表示，就算后阶段业者提出净零规划，要是要继续公开碳排的状况，强调这是重要的第一步。另外，现行法律有授权政府通对企业收碳费，企业也通透过承诺减碳目标，就会使有碳费优惠。官方强调，政府也会监督因落实减碳的状况。记者广场随台北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受到罗西亚的阻挡，后来伊是找到一条新的水路，也毋过无想到讲罗西亚搁去攻击多瑙河的港口，要来阻碍乌克兰的货柜出口。俄罗斯无人机攻击多瑙河沿岸牛犊设施甲港口。乌克兰最近需要这替代运输路线，将农牛运去欧洲。这时阵，一只满载货物的货柜船原本首航专门，互上船进出的新临时走廊，煞扩发伫乌海港口奥德萨。乌克兰经济农瓜区农牛出口，伊的麦啊、天葵籽油甲其他粮食，对全球经营也真重要。Масована російська атака. Жоден інший терорист у світі, окрім Росії, ще ніколи так відверто та навмисно не бив по безпеці одразу стількох народів. 泽伦斯基阁表示，你甲盟友参详为确保无人机的经营甲航空系统。乌克兰大量提悬无人机的生产，克里姆林宫7月中提出乌海古堡协议了后，就发出可能攻击船只威胁，只付寻求替代道路，不过要承担更较悬的运输成本。部分欧洲国家对因生产农作物介绍强硬起价表示反对，而且多瑙河港口容量也无法度比。乌克兰农牛出口之路恐惊是困难重重。公视新闻恩文玲编译。再来看海地总理亨利继续推动外国部队进驻台珠港，来协助对付当地乌道哦。有一个外界公认江湖地位真悬的乌道老大，这2天就警告讲，若是外国武装部队伫海地干预在地势力，因会反抗哦。这行动嘛，亲像是乌道直接向政府来宣战。过去2天，伫首都太子港南方的一个社区，互国际媒体观察到差不多上万个居民规家伙啊，拢伫赶路。太子港目前有8成地区去互乌道控制，绑票、强奸、抢劫一甲谋杀，差不多逐天拢伫发生。总理亨利去年10月开始，持续推出外国武装部队进入，协助打击强大帮派。7月底，非洲国家肯亚表明愿意支援。美国这个月表示，会伫联合国安理会提议授权部署一支非联合国的跨国部队。外号芭比 Q 的帮派老大谢里西耶查拉丁岛大方接受20外记者采访，表示欢迎跨国部队逮捕总理加腐败政客，也有涉嫌伫海地散下地区贩卖枪炮弹药的在地员警。Yo commencé violer ces garçons. Jean soldat uruguayen te fait en 2004. Yo porté choléra ba nous. J'en ai parlé au fait parce que 20 000 haïtiens forces étrangères ont tué dans choléra.有 infecté plus passé 600 000 l'autre。联合国对伊的言论无做评论。谢里奇也互人控告7月最近真一件重大屠杀事件，各地去年就伊的部署控制封锁海地重要油库，互因无法度运送。联合国安理会认为，伊的行为已经威胁到海地的和平、安全甲稳定。伊所领导的帮派活动，早就严重侵犯人权。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桃园铁路地下化滨镇段。交通部是规划讲，火车会对新公路2段8项的滨高道附近离开地下，所以这滨高道就会封起来。也毋过地方是真反弹，民代嘛真烦恼。因讲附近本地就真塞车路，恐惊未来会阁愈塞车，所以要求地下化的工程一定要过第66线才当出土。滨高道来往往车通过桃园铁路地下化滨镇南平火车目前引导位置，计划永久封新公路2段8项的滨高道，引起在地居民不满，烦恼出入爱西路。原本是10分钟的路程，爱加做30分钟，到1点钟才能到位。一定大塞车啊！那没有路啊，那你这边封闭来讲，它66也要封闭呀、那你就要到中丰路再绕回来。那你也是跟我们永远封到，我告诉我们，在这一个村庄的人就会挡到火车路上面挡的。交通部铁道局原本评估，利用原来新公路2段8项改道第66桥卡停工路廊，甲利用原来新公路2段9项到地下化崩坑顶悬新扩道路改道，不过机关烦恼影响周边10外公里的通行，造成附近原本较塞车的路段更较塞车。上下班时间，这边常常会是一个替代通道，很多车，对不对？对，很多车子相当多，常常塞车。
目前66就已经非常的塞车，非常的严重。那未来如果平交道再来封闭的话，永久的封闭的话，也会造成更加的堵塞的问题。有民在要求代替地下化平镇南溪出口一定要过在66，南线到埔心路桥150公尺所在。市负责运桥工程局表示，这案件计划经费甲时间宽设在中央，按过新公路并高度永久封起来，影响当地交通。市府会尊重地方民意，配合铁道局研究解决方案，协助推动出口南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上大里甲上细里人口是差将近50倍哦，有一寡里长真无闲，也毋过里面嘛是无满意。最近地方有一寡民众主张讲，应该重新来检讨里的分配。民政局是表示哦，因为阁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就会找出共识才来推动。早起也未到10点，里长甲环保局地方的民代会刊讨论是毋是伫咧路边加装声音翕相的设备，避免噪音车半暝吵着人。台中市北屯区朴子里最近10年新兴的建案真多，成做台中第1大里。目前有10457户，23929人适户籍。里长每天的行程是满满，也阁会去人批评服务不周。就从10点、10点半、11点，拢是要半点钟落排，啊，像有当时啊，拿这个环保局像这拿来讲较久，就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也希望就是政府民政局这边是不是会当互我的邻长同意比较多一点。阮这边嘛，做安尼看到里长啊，你有代志要找里长嘛做无用的啊。一个里长管的比议员管较侪人。朴子里的人口甲上水里、清水区中兴里的462人相比，相差50倍。地方搁再有讨论是毋是爱分里整编的声音。台中市目前以4000户或者是人口超过1.1万人做分里的标准，但是台中市第2大里西屯区惠来里的里长是认为，必须要建立设立基本面积的条件，也不会出现乱象。那一栋大楼都400-500户啊，那我问你，10栋大楼就4000户啊，那我问你那个里长就管1条街就够了啊。那里长该管什么？啊，这种公共设施、台水镇公都要做吗？起码你要有基本面积啊。是由各区公所召集的地方的民意代表，还有我们的里长等等来倾听民意，希望在整个规划的过程中，能够广纳民众的意见，达成共识。民政局强调，2017年曾经提出分里的方案，但是因为府会意见无共提案，目前初估每一项的费用，门牌重新制作要85块，国民身份证每一张47块，每张户口名簿0.98块，也有相关的行政费用，一切拢会伫咧地方有共识了后，才会启动分里的作业。记者台中报道。来看宜兰县罗东的安全岛哦，种上千丛的树仔，有地方人士是质疑讲，为伫路的两边搁种遮尔侪树仔的安全岛，塞车的时候路拢看袂啥清楚。因建议讲，应该甲安全岛改到路的中哦。也毋过有民众嘛表示讲，这是地方真特色的风景，应该毋通破坏。来到罗东顺正路甲东山路5段，一旦看到两边架出快板车道分隔岛，而且种树仔加当甲可能固定青藏行道树，形成有树荫的大路。不过，这分隔岛甲树仔，互地方质疑是造成当地交通事故的凶手。你看，你要切进去、要切进来的时候啊，大家视线都不好啊，倒不如全部移植，那快慢车道的分隔岛。全部把它铲除。有关议员表示，快板车道分隔岛种大丛树仔，到路口会有往各方向的车。登弯的时阵，视线会去互树仔挡掉的，所以较会发生车祸。伊建议甲现有的分隔岛甲树仔移除，改设中央分隔岛，保障行车安全。外界对这样代志看法无共。本来就20号。为什么？安怎讲？伊总计分隔岛毋过袂危险，阮逐工就在看的。还好吧，树种那么久了，干嘛去？要种这么高、这么大的树不简单吧？罗东镇顺正路甲东山乡东山路5段全长3.2公里，路宽40公尺。因为路口东山将乱，较会发生事故。县政府建议公路总局改善当地5位口代志的路口，其中顺正路甲复兴路口列为优先处理，会设倒挖专用道。再把树木移植到中间的这个部分，它应该是会我们会列入，就是评估整个都市计划发展。还有整个车流量的一个状况
再去做一个滚动式的检讨。县政府表示，目前优先改善路口，希望降低交通事故。但是，是毋是建议公路总局加现有的分隔岛甲路树移除，设中央分隔岛，爱搁看都市计划发展、驾车流量来变动检讨。记者综合报道。热热超过一半咯，台东县政府是统计讲，今年的7月去伫岛甲红头树观光的人数是比往年的7月减少2成到3成哦，嘛比疫情的时阵搁较少，景气是真歹。绿岛有天然的美景，陆地有丰富的自然生态，热人适合亲子旅游。咱树甲绿岛的海底酸乌带的生态是真水，特别是今年真接有海龟出现。不过台东县政府观光的统计，今年7月份休热旅游的大月，去绿岛甲南屿旅游的人数，煞比往年减2成至3成。敢若休困日人会较侪。当地观光业者讲，今年就期待休热的业绩，不过今年煞是比疫情进前还阁较害，因为7月份拄着风台，船帮停驶半个月。另外疫情解除，出国的民众嘛增加，这嘛影响去绿岛观光的人潮。因为受台风的影响，那绿岛、兰屿都少了将近3万到4万的人次。对，一个停船一来一往，其实今年的绿岛相对于去年真的是蛮惨淡的。观光业者分析，因为出国旅游的费用，即嘛甲国民旅游是差不多。伫2年疫情解除了后，民众会选择出国。若是要进行国民旅游，可能要是要中央政府搁做相关的规划，提供补助来刺激国民旅游。县府这个部分它资源有限，那当然如果中央政府能够给予协助的话，那当然是更好。那比如相对的有大型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资源的补助。县府嘛统计，7月份台东县观光的人次比去年减30多万人次，比疫情进前还阁较少。热气球节受到真大影响，不过县府已经有拍拼行销。另外，明年出国的机票可能会落价，县府嘛呼吁观光业者要有心理准备，除了提升服务的品质，还该开发新的游艇或者是算法来吸引游客。记者综合报道。伫要总统大选咯，台湾教育智库对8月份到12月要举办5场的活动，向总统的参选人来提问哦。今仔头一场是针对108课纲，爱总统的参选人提出看法。教育团体嘛呼吁讲，新课纲选修的课变多，老师是严重无够哦，应该赶紧来解决师资无够的问题。108新课纲减少必修增加选修的教育理念受到肯定，不过选修课程大量增加，是旧课纲的1.2倍至1.5倍。第一线的老师也有真侪怨言。现在一个班级的教师员额希望能够配合着1.2倍这个下限，那2.25乘以1.2，那就是2.7。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增至这个高中教师员额。有教育团体也针对111年实施大学考试招生新制了后的分科考试提出意见，希望各党派的候选人会当提出正确说明。我们现阶段里头的话，却将那个分科考试考国文跟英文这2科，而且在免除学测一试定终身的理念推动之下，真的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是不是要再加以考虑我们的学测？不要让它一试定终身，而是让我们走向多元的入学考试的部分。台湾智库表示，未来会伫咧活动的官方网站公布各党派对教育问题的回应和意见，也希望良性的政策沟通会当让选民伫咧选前更加了解候选人的教育理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正拍拼伫台湾发展体操运动的瑞莎哦，今年嘛要举办随身杯韵律体操的国际邀请赛，邀请美国、马来西亚、乌克兰等9个国家200多个选手来台湾比赛交流。选手对音乐、做彩带、舞棒、甲球类等等项目的彩排甲练习，姿态是优雅佮自在。这个小小的选手拢是来参加随身杯韵律体操国际邀请赛。是拿了什么项目的金牌这样子？球跟带是金牌，有一些动作是新的，然后比较难，所以我要更专心在这些动作上。西班牙棒第1名，然后环第1名，全能第1名。我想要比之前更好。2个小小的选手拢是艺人瑞莎的子弟兵，而且前2阵打伫土耳其甲西班牙比赛，摕到好成绩。这届伫台湾办比赛，
要到美国、甲菲律宾等等9个国家的选手来车拼。I had a lot of competitions in America, and then I won about 6 first place. 2017年世代运后台湾办的最大的音乐体操的国际赛，他们是第1名或第20名，我们还是要一直不停止的努力加油。成立体操队以来，瑞莎一直带选手出国交流，因也进前伫全国韵律体操锦标赛，选手的成绩普遍拢较低。引起分数无公平的争议，伊即马敢若希望比赛会当公平。满12岁才可以成为国手，相信有一天一定会有的。有公平公正才有发展。这一次邀请的一半是外籍裁判们，一半是台湾的裁判。讲到未来目标，瑞莎讲会阁带这个囡仔兵参与更较侪国际比赛，期待未来继续培养选手，持续为台湾争取公赢。记者综合报道。气候暖化，海洋温度一档比一档较悬哦，市场嘛产生变化。不管是咱台湾附近的野生乌鱼、小港啊，还是美国的金马、日本的鱼啊，产量是拢减少真侪。今仔的小短时代的专题，特别甲观众朋友同齐来关心高温对海洋、对渔业的影响。渔船入港，现捞啊一桶一桶直接送上岸，真侪人客早就咧等要买上千的渔货。不过，这几60年来，台湾近海渔获量所有减少的办势，野生的海产未来恐惊有钱嘛，无一定食得到。根据渔业署的统计年报，这所港类的渔获量25年来是只剩1/7。1997年的时阵，也阁有28402吨，到2007就只剩7365吨，减少7%。这2年的状况是更较歹，2020、2021拢掠无5000吨。今年70岁掠小港啊超过40年的渔民张冠栋表示，虽然船顶的设备愈来愈进步，不过小港的产量却是年年减少。张冠栋认为讲，上界主要的原因就是污染甲气候变化。因为一年的这个气候影响，就是小港的收成影响最大，温度升悬较悬。好啊，都不适于无适合伊生活的所在。我以前30-40年掠个降船啊，确实是一年一年歹。海洋大学环境生物海洋科学系教授卢学英表示，英国渔民伫咧6片外围掠青冷水的小港啊，即阵海温升悬，伫咧降一搭活动的，却变作是爱暖水的员工啊。另外，鱼类洄游的路线嘛受温度影响，较爱冷水的乌鱼、灰灰等，这几年落南游来台湾的数量同咧减少。根据渔业署的数据，野生乌鱼107年要掠到超过100万尾，111年就只剩20-30万。冷水的这个消退，这个暖水的占据大部分，所以就变成这种暖水性的鱼，尖啦、什么飞鱼啦、鬼头刀啦，变成优势。冷水性的鱼类，它的量往往都比较大的，抓大数量的这种渔业将来一定越来越困难。那台湾拄到这款困境，日本2022总渔获量385万吨，是有史以来上较少的。也阁有美国阿拉斯加上获金的产量，2018年到2021年，对80亿只减到剩10亿只。Snow crab are really a cold-adapted species and prefer these cold water habitats. Increased temperatures reduced smaller, more northerly cold pool extent basically results in a smaller area occupied by snow crab. 为着维持上获金的数量，阿拉斯加当局2022头一届宣布取消掠上获金。咱台湾甲国际同款，嘛面临渔获减少的困境。政府敢有相关的对策，通好帮助渔民？沿近海的这个渔业这只一只船，你除了一种主营的迄个渔业种类以外，你会当搁从事其他3种迄个兼营的渔业，互咱渔民朋友有一寡弹性调整的这个空间。为着拖慢气候对渔业的冲击，渔业署鼓励渔民减碳，减少作业的时间，会当领奖励金。不过对渔民来讲，这渔获量减少的问题已经火烧目牌。为着领奖励金减少出海，恐惊袂付起。记者苏维林玉凯综合报道。
气候的改变哦，对生态影响是真大。咱个来看北美洲的那些金马哦，这几冬是刷去地中海生活，也毋过因甲蛤蟆拢食了了。有专家个警告讲哦，上海的状况，今年底当地就好无蛤蟆咯。原本是伫北美洲大西洋岸边的生团的拿钱，是美国真受欢迎的好食米。但是最近却对意大利东北海岸造成严重的生态威胁，去影响到当地蛤蟆类的生存空间。拿钱伫水内扫来扫去是真溜达，即马卡是真大，会当甲背类的外壳规个堵穿过，更加会造成养殖渔业损失真惨重。因为意大利是欧洲真重要蛤蟆的出口国，因的农业部是提出290万欧元的奖金，等于是1亿的台票，希望用这么悬的奖金，请更较侪人来斗掠拿钱，无说到来欧洲就无蛤蟆。Dopo dicembre, cioè secondo me a dicembre sarà la fine completa dell'attività di venericoltura nella nostra area. 意大利重要农业组织农牧协会是指出讲，海水的暖化和气候的变迁，恐惊是加速拿钱1,000主要的原因。但是嘛有餐厅是看到新的商机，因为欧洲人是无惯死食拿钱，即嘛有总铺师想要研发拿钱料理，请游客来食。公司新闻两眼编译。来看巴西脚球球星内马尔，意大利沙乌地阿拉伯联赛的希拉尔队，甲球队是签2档的合约，1档的薪水是1亿6000万欧元哦，大约是56亿的新台票。另外，阿根廷的脚球球星梅西转战美国的大联盟了后，连续6场的比赛哦，拢踢得分哦，嘛带领球队拼入去联盟杯的总冠军赛。比赛到第3分钟，美国队的发动攻势，马丁尼兹伫禁区边缘起脚破门，这场美国职业脚球大联盟联盟杯4强赛，美国队客场对决费城人。比赛第70分钟，击败换阿根廷脚球天王梅西，家己炸球突破伫禁区外口，超远距离上演世界波。梅西这射门离球门有31.8公尺远，而且伫草坡顶悬穿过守门员练一笔球门。这是梅西转战 MLS 了后，近6场比赛都进攻第9球，并在球队进球王最后，美国队4-1拍败费城人，进入联盟杯总冠军赛。另外，巴西脚球大名车内马尔真欢喜摕新球季的战袍，正式转回沙地阿拉伯联赛豪门球队希拉尔。And we will win together a lot of trophies. Welcome to Riyadh. 内马尔进前可能也初步想要留伫原本效力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了后被证实沙国豪门希拉尔用9000万欧元，差不多代表31.52亿的转会费，甲内马尔签2年，总额高达1.6亿欧元，将因代表56亿的天价合约。内马尔今年3月因为脚膊受伤动手术，一直无法度比赛，也传出无伫大巴黎未来计划之内，加上西甲巴塞财务顾问无法度迎接伊转来，最后决定去沙国，也互欧洲联赛第1年来失去4罗梅西甲内马尔3大球星。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来看印尼环球小姐，最后是有30个人参加决赛哦。8月15比赛结束，有7个参选人是指控讲，伫决赛进前哦，主办单位要求要烫光光，互人检查，这根本就是性骚扰，伊嘛已经提出告诉了。印尼环球小姐决赛结果已经伫初3出来，但到15为止，已经有7个参加选美的小姐联合出来控诉讲，入来到决赛参赛者互要求烫衫检查身体，你有是要检查皮肤敢有疤，有感觉皮组织，还是敢有赤亮赤红，甚至有5个参赛者是互翕顶半身无穿衫的相片。现场有20个，包括查甫人在看房间门，甚至是无关起来。Pihak dari penyelenggara itu tuh bilang kepada saya, open your bra. Lalu saya disuruh angkat kaki satu sebelah kiri. Saya angkat kaki sebelah satu ke kursi ke hadapannya beliau. Lalu saya dicek kaki saya apa kekurangannya. Terus dia menyuruh LO-nya untuk menyatat apa kekurangan dari kaki saya, lalu naik ke bagian atas, bagian private bawah saya. 性骚扰的事件爆发了后，印尼承办方的负责人卡佩拉嘛伫社群媒体发声明稿指出讲，反对任何形式的骚扰，伊完全无参与伫内面，伊唔知影嘛唔捌下令要求，也是允准任何工作人员透过身体的检查，用暴力的行为对参赛者是进行任何性骚扰。Kami juga mendapatkan beberapa bukti bahkan video yang menyatakan dari si
pelaksana ini bahwa memang sudah terjadi body checking begitu. Dan semua bukti itu sudah kami kumpulkan, akhirnya kami mengambil langkah hukum untuk melaporkan hal tersebut kepada Polda Metro Jaya. 环球小姐的选美组织嘛表示讲，已经决定要终止和印尼承办方的合作关系，而且感谢参赛者会当勇敢安尼站出来。因为印尼的承办方嘛承办马来西亚环球小姐的比赛，今年的比赛都会互取消。雅加达的警方嘛讲，已经开始调查这个投诉。不过，这摆印尼环球小姐比赛的第1名，并无伫个投诉的名单内面。公司新闻新路杯编译。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华东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